桃园中立车头徛中立邮局的旧地址正在改建，不过工程煞害附近徛家壁倒必顺，事后惊会像台北大地建案同款，厝会落起去。市府表示已经要求停工，爱先将地基拍好在，确定安全才会施工。厝内厝外病拢比较真严重。伫桃园中立区火车站头前的中山路甲建国路的旧中立邮局的工地边啊，附近的命题发现，因厝内病地板拢有必损，惊讲会阁发生像台北太基建设造成台地规栋命题落落去的情形。现在的梁柱就是龟裂的非常厉害，从上面到底都因龟裂位移。现在很担心，就是说，只要超过3级以上地震，一摇晃的话，整个就瘫了。旧中立邮局即马将要改建成这地下4层、地面9层的商办大楼。针对这件厝边的厝损害案件，警管处伫咧现场会勘了讲，盗墓技师现场判断，虽然感测的资料甲安全防护无问题，不过确实造成边岸厝损害，应该是满地基时阵进动着。第一时间点要求工地马上停工，并针对邻房做紧急的防护措施，然后及拟定复工计划。并且需要经过专业的技师工会确定安全无虞以后，我们才会同意复工。后续我们会做改善计划，然后把它加固，然后室内跟原本的鉴定报告比对，有一些损害的部分，我们会负责修复。警管处讲，建案附近的巷仔确实有出现路面壁、厝壁拢有必损，经过技师研判，恐惊有地基挖空的疑虑，除了要求随停工，将厝边的损害修好。也要求复工计划要经过专业技师确定拢安全了，才能复工。记者综合报道。